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我先新闻导视台头先就来报人才。国防部正方式防止人员财产申报无设立，甲国防部长情报人员等材料资料泄露出去，可能造成随发生的危害。立法院长韩国瑜今日搁再召开调研协商，三党团针对着关注民金发补偿无共识，总预算是搁再协商失败。在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 TG22侵击了后，会变作是今年第20号风台探尾，到时阵北部、东部风雨会变较明显。有风声讲，这国防部正方式办理人员财产申报无设立，甲国防部长郭立雄、参谋总长梅家书等高阶将领，甚至是军情局情报人员的资料泄露出去。国防部是承认讲，因的作业是有缺失的，会过来追究责任。因为为着批评讲，甲这情报人员的身份泄露出去，可能会对这情报系统虽造成危害，认为着要向因的顶关级来追究责任以外呢，而且是无限层级的。国防部传出告知外泄，包含国防部长郭立雄、参谋总长梅家书等高阶将领，一甲军情局情报人员资讯外流。原因是国防部正方式进行办理人员财产申报，所甲人员名册这资讯当作附件寄出去。国防部坦白承认作业程序有缺失，会检讨追究责任，强化相关作业管制流程。确实是有部分人员的身份具有机敏性，不应该去随文发出。国防部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各收文单位采取公文系统推荐等等方式来做风险管控。真机密的军情局人员身份资料，包括真实姓名、外省，可能会对情报系统造成随会发生的危害。立委要求追究责任，卖一些处罚的层级。我们要求国防部立刻检讨，把这样子的追究的上限是不设置任何的上限，那包含所有涉及的人员，还有他这些意图以及这次的范围，全部都必须要检讨。国防部的螺丝已经松了，承办人员查核不够严谨，内部资料传送的程序已经失去了，机密人员资料保密的问题。专家认为，应该疗伤敌人已经掌握相关情报人员的资讯，因应方式包括调动相关人员的职务，弥补漏棚缺失。承办人员你不知道严重性，麻烦你请示你的上级主管你的上级主管盖章之后呢，你才把这个资料交出去。否则的话呢，这会危害到相关的一些情报人员的性命安全。专家表示，情报人员大部分是伫做秘密任务，若做强知影可能会危害到性命安全，呼吁国防部要谨慎应对，确保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内政部登记做社会团体的阿拉伯在台商务协会，佮着介互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也佮約旦等驻台代表處檢舉，認為這個協會因所使用這個 logo 呢，是使用這三國的國旗，會造成誤解。毋過，說互協會各方害名譽，警方也捌發函要求這三國的代表到案說明。毋過，這外交部是趕緊去阻擋，表示這三個人呢有外交的合編權，差一點仔造成外交危機。經由影片介紹，阿拉伯在台商務協會 ACCT， 伊是協會理事長蘇里阿吉的韓威爾。2018年，這個協會伫內政部登記成做社團法人，不過依照官方網站介紹，設立目的是協助台灣投資者到阿拉伯世界。We are building the business bridg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Arab world. 虽然企业标志看到真侪中东国家的国旗，不过 ACCT 其实毋是官方的单位，传出台湾民众不欢迎，经由 ACCT 办理通关文件认证，不过实际上却是无效，互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加約旦驻台辦事處感覺問題嚴重性。2019年就爆發出公文，提醒民眾 ACCT 無阿拉伯商會總會許可，伊的印鑑也無法度互海關甲外交部認證，並且要求咱國外交部應該愛處理。ACCT 互檢舉了後，發到登告三國自訴妨害名譽，警方受理報案。法官無奈三國駐台代表到案說明時，外交部才緊急行文予警方，講三人外交合編權，差點仔造成外交危機。整個過程中，您知道給這些大使帶來了多大的壓力，以及給台灣、給中華民國帶來多大的中東的外交危機嗎？他是向內政部登記，雖然合法，但有沒有違反他登記的這個業務？我們外交部一定要去捍衛駐台辦事處它的外交權益。因為 ACCT 理事長是接受訪問時講，協會是合法機構，強調顧到底。We don't stand any document. This is fake. That's why we went to sue them. In many years, if we did anything not legal, Taiwan government
should stop us from our work, but we are still working. 相关的诉讼原则上是不能以这些外交人员或是外交使馆作为被告，一般基本上地检署就是会不起诉。律师指出，咱国外交处境特殊，对主管代表无论是毋是有邦交，伫民事、刑事顶面拢享有豁免权，相关故事应该难以成立。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有一个查甫人涉嫌找人对美国落订单，即甲这枪呢贴着各种的零件，揽伫咧五金用品内面，想要运来到台湾卖。即届台美合作查到16支的枪，这警方也发现讲掠到嫌犯正前呢有2年外的时间，拢是用这款的手法招数入来到台湾，上无有成功事件。双手放卡车接受调查，穿乌衫查某人，互人锁定涉嫌跨国招数。偷偷甲枪点点运来台湾，互美国海关早一步抓落来。经过美方监视有杀伤力，查到的第一时间嘛甲台湾通报。这次的成功破案是因为美国和台湾执法机关之间的长期合作。咱检警的调查，伫台湾姓谢的查甫人找人为美国买枪，再搁甲枪贴做各种零件，用廉价粘伫五金的用品顶悬，装箱仔空运来台湾。到尾目的是准备互乌道探暴利。专案小组人员佯装邮务人员，把这些包裹送到收货地，顺利的逮捕了第1层到第5层的收货人。扣案枪械有16支，拢是制式底枪，每一支官方定价6000至1万，按过乌车介绍上悬袂到50万。议员向警方表示，用这种方法来运枪，已经有2年外的时间，至少有走私4解迄例。即马为主嫌到共犯5个人，拢互人起诉。为去年4月，新北市土城光头白日断点互人开51枪。今年11月，台南客家的88枪案，国内一直发生重大枪击事件。过来看警方的统计，查到的枪械将近10件，甚至1000外件，按过数字也是惊人。凸显国内乌枪的问题也是真严重。当然，修法之后，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大前提是，我必须要能够真的查获到或拦阻到，我才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拦阻的可能性嘛。不管是在机场或者是在所谓的港口都要做拦截。那当然这个很重要。面对乌枪这么侪，准讲警政署修法立管枪炮零件，不过学者点出关口是无运作，是不是有法度发挥查验功效，有效管控，最好源头的阻断，这是一大关键。甲各国的合作以及政治的交换。也拢爱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南区有一间高职2年的学生呢，今早起对体育馆的2楼摔落来，造成头壳重伤送病院，目前人也搁伫咧抢救。根据现场有看到学生是讲，伊是咧模仿这极限运动的动作，才会造成意外。学校即马也要检讨到安全机制，避免意外搁再发生。学生的家属赶到病院，校长也来了解状况。台中一间国立高职的2年级男学生，一早起受伤，互赶紧送病院。到病院时，司机救起来皮皮喘，嘴甲鼻仔拢流血，已经唔知人啊，分别指数只有7。今天的部分来讲是最大的关键，因为有时候即使在初步脑部没有看到出血情况，可是有些人还是会有迟发性出血的情形，所以我们会观察他的意识状况是不是有恢复，然后呼吸的部分是不是稳定，之后再考虑拔管。医生讲，这个学生性命正常稳定，初步判断是无脑出血，不过也是要后续观察是毋是有面部骨头断去，也有人是毋是较清醒这情况。学校初步了解，2早起10点外受伤学生第3节伫体育馆2楼教室上课，下课了后，医生是双手挂伫栏杆顶面，有敢若是模仿一个走跳高难度的动作，直接对2楼的看台给跳落来。现场看到他就是从那边钻过来，手抓着那个栏杆这样往外掉这样子的。那他可能是在掉这个背力的状况。同学的描述是2脚着地，可是后来又一脚滑掉了，那就往后仰，所以后脑勺就着地。学校讲，这个学生是体育班棒球队的投手兼外野手。代志发生当时，外听其他同学可能会发生意外。学者讲，由网络社群发达，相关的这个走跳影片，定来引发青少年模仿效应，其实是真危险的，风险真悬。
既然是开放性的场地，其实外伤或者是一些没办法防护的状况就会很多。它没有护具的状况下，它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小则擦挫伤，大则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伤害。爬走跳伫国外是真流行的极限运动，也毋需要伫专业而且兼顾安全的条件之下来进行。也建议要耍的人伫合格场所来练习，并且戴这头盔，也佫有保护手骨的这护具，才有法度避免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预估，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4，沉积了后会变做今年第20号风台探米。未来的走向上有可能是通过菲律宾卢松岛，拜四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半部雨水会变较高。若拜六礼拜呢，北海花基兰花莲也有可能会落大雨。准风台探米目前以每点钟21公里的速度向西南驶过来，强度持续增强，而且所来路线上大机会是持续往西，穿过菲律宾李宋岛入去南海。气象署分析，在通过李宋岛陆地时阵，甲台湾离偌远，会决定影响的程度。风台外围环流真宽，有可能暴风区会吸到海上风台警报的范围。暴风范半径会在280公里左右，所以它的整个环流的范围是相当广的，所以如果它有稍微比较偏北一点点，也不排除去接触到台湾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范围。拜二下晡到拜三，东北季风阁增强，北东会先落雨，宜兰山区有大水雨。拜四风台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北海岸宜兰会落大水雨，中南部山区嘛开始落雨。拜六到礼拜，北海岸甲宜兰以及花莲地区要注意落大水雨。气象专家分析，比前一天预测路线较接近台湾。日夜各电脑模式，包括 AI 拢有做修正，路线由东北转西进，主要是后壁还有一个热带扰动伫发展，属地高压退后，互路线向西修正。西北方跟东北方各有一颗高压去导引它，那另外就是它东边还有一个扰动，那这个热带扰动如果成型的话，可能也会让高压的形态做出一些调整。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季哦，所以其实北方我们也有一些西风槽或东北季风南下，那造成说其实它整个未来的动向，尤其它接近吕宋岛之后，动向的变数是比较大的。专家指出，虽然目前预测风台未直接侵袭，不过外围环流也有可能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甚至恒春半岛带来普遍性的落雨，也是爱特别注意较大加持续性的落雨。目前因为风台周围有真侪势力的影响，路线也会改变，请民众爱继续注意后续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的天狗节已经继续伫咧拖，昨个再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咧新增一个40岁查甫人。新北市计共有67例啊。卫生局也表示讲，最近北部地区较接落雨，好民众就爱甲这积水变好掉。那总有发现讲，这积水内面生水池会罚3000块，目前已经开出38张的罚单咯。另外讲到这天山公园等高风险地区会继续封山到11月11日。环保人员伫咧喷药啊清除资讯源，因为新北市天狗日疫情搁再扩大，卫生局20公布新增加一个本土天狗日病例，个案是新庄区40岁男性，第10时出现发烧、肌肉痛、关节痛的症状，看医生采检了后，确诊感染到天狗日，这也是今年新庄区第一例天狗日的病例。新庄个案潜伏期间工作地曾有其他登革热病例活动足迹，将进行病毒基因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卫生局讲，在1个月内，新北市累计有67例，其中新店区有37例，中和区29例，新庄区1例。另外，疫情也扩大到台北市2例。因为今年南部天狗日疫情有下降，电脑是北部增加，出现南顶北日的情形。对此，学者认为，主要是全球暖化造成微蚊的族群分布一直向高海拔一个高纬度区域扩大，增加病毒传染一个流行的风险。这么上重要的就是防止新庄区出现第2个天狗的病例。要让第2个病例不要在同一个地区出现这样有症状的，因为一旦症状出现的病例，就代表后面有非常多的隐性感染的病例。专家提醒讲，在最近北部雨水较多，民众一定要做到巡、倒、清、滤。因为卫生局也强调，将会加强巡查，若发现积水容器内面有蠓害幼虫，将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目前已经开38张罚单。若景星公园、三界庙、天山公园这寡高风险的区域，将会延长管制到11月11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北屯一间停车场，这半暝有这电动巴士导火烧，有9台公车拢烧起来。消防队员是用2点外钟的时间把火拍花，天光了后继续转水替这电动车的电池降温。消防局即摆也要调查这导火原因。大火甲车烧甲密密麻麻，消防队员游水线抢救。台中北屯一大民营停车场是半暝2点外发生火灾，有9台电动巴士导火烧。附近的居民有听到爆炸声音，停车场业者讲火势拖甲真紧，想要加灭火器来拍火已经袂赴啊。我听到嘣的声，好，连续安那嘣，连续嘣，一个较大声，后壁佫试着又过来，佫嘣一个。因为巴士顶头有真侪锂电池，消防队员敢若会当一直转水降温，一直到4点左右才甲火拍花，无情愿伤亡。交通局表示讲，导火巴士是疏风公司去年停业了后，去附近行一个这款人靠外的巴士，火灾并无影响到其他营运当中的公车路线。有一排巴士，大概是9台啊。已经都全面起火燃烧，那我们就出水线灌救。那现场发现是电动巴士，那车上有数量比较多的锂电池和可燃物，所以扑灭的时间比较久。释放公司于去年10月因营运不善退出本市公车营运路线，所属车辆后续由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进行扣押，上台车辆已无行驶本市市区公车路线。日早起，消防人员继续向电动巴士锂电池转水降温，防止搁再倒起来。电机系学者表示，各台电动公车有4个到10个锂电池无组，停伫停车场较久啊，家己倒起来几率是真低。建议消防单位会当检视车顶总电源开关，也会当调查敢是有人去放火。一般是低压放电之后，你再快速充电才会有更大危险。但因为他车子又停在那边很久了，所以他基本上会几乎着火自己自燃的几率非常低。我认为有可能是有几个专业考量说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纵火的因素。消防局强调，已经会动警方调监视器，无发现到科技因素，初步排除人为因素，无法度排除锂电池故障等电气因素致灾。详细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第二期车接到台电的报案，讲清水5车有徛假用电异常。警方调查发现，讲有4个嫌犯偷接电，其中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伫厝内面设真侪电脑，伫咧操作虚拟货币，偷用电的金额有上百万。另外3个人是偷装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偷用电的金额也有60多万。目前这4个人拢已经移送法办了。警方会同台电人员来到台中海线一大人家厝检查，发现线路已经互人偷改过，另外一间人家厝嘛有互人偷接电。原来这2间人家厝拢去互姓王的嫌犯等4个人偷接电不法使用。刑事局警方伫咧今年2月初接到台电人员的报案，因为寻找时阵发现到台中清水甲5车这2间人家厝用电有问题。警方伫咧6月发动搜索，发现到姓王的嫌犯找水电师傅伫这2间厝偷接电，分别牵去操作虚拟货币，也搁有互电动车来充电。私接电线绕过台电电表，建置虚拟货币矿场。台电的人员表示，嫌犯是将主线分接闪过台电的送电电表，因为操作虚拟货币机台爱24小时运作，正了电，才会互人发现到用电无正常。经过统计，这2搭互人偷接电的人家厝，拢总了电了超过15万度，计共160多万块。而且要安装电动车的充电条，嘛应该要经过申请的程序。申请电动车充电桩的话，请务必委托合格的电气承装业者向台电申请用电。那承装业者的部分呢，会根据内线的部分进行线径还有开关的检讨。台电表示，偷接电较高的小拍电，嘛会影响到周边的用电，会依法来向嫌犯讨赔偿。警方嘛依照窃盗、诈欺等等的罪嫌，将姓王的嫌犯这4个人移送台中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寡走私的槟榔的委托地方政府去甲毁掉，委外经营的高雄公山分化厂所互检调发现讲，操作粪扫吊车的员工准备要甲这个粪毁掉时阵，故意也伫咧焚化炉以外的平台，才趁机会入去捡出来卖。包含分酒商在内4个人赚超过150万，目前也互检方起诉啊。
检方提供的监视器有翕到公山焚化厂的粪扫吊车，伫业界所在夹一寡物件，本来爱等入3号焚化炉，角度刷偏刷去到寮口边仔的平台，这个物品内底好亲像有头厂私分。检方查出厂内有3个吊车操作员，为111年到反正年2月，用这种方法把爱消费的粉逃出去卖。利用轮值操作吊车之机会，分批夹取违规烟品，洒落在监视器无法录制之平台周遭，再趁园区内员工较少之深夜、非值班期间，进入该平台窃取违规烟品。头提粉每50条装做一箱，一箱以6000块卖予分酒商，对方各以1条200块的价格卖予唔知影的民众，4个人不法获利加起来拢总超过150万。冈山垃圾焚化厂促参合约相关规定尚未达到足以终止契约的条件，这个部分中区资源回收厂会处代操作厂商新台币10万元罚款。冈山粪扫焚化厂目前委外营运，除了处理家户一般塑料废弃物，嘛有接受委托社会违规的分。市政府接到情报资料了后，主动通报检察官追查，3个操作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窃取公务罪，分酒商是涉犯故意买赃物罪，4个人缴回不法所得，也予人起诉。根据了解，涉案的员工拢是委外厂商所聘雇的，目前也在职。公司会听候判决确定了后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国际上的台湾，讲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经济领袖会议 APEC， 今年是11月70日在南美洲秘鲁进行。总统府今日宣布，由现任总统府主政兼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第三投资管理顾问公司的董事长林信义来出席。总统赖清德邀请林信基担任 APEC 领袖代表，认为林信基有实务经验和专业，主体也有公司部门，若是企业的经理人，也捌做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无政党色彩。另外，林信基也捌3届参与 APEC 相关会议，赖总统期待这林信基伫咧 APEC 表达台湾的政策内涵，提升到台湾的能见度。咱台湾的驻美代表吴岱瑞最近接受到这美国的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去访问着讲，面对着中国威胁，台湾人民敢做好这准备烧战这个态势咧。这吴岱瑞就表示讲，台湾人民已经有准备啊。不过，这若赢着这支讲外交官不应该应战。再去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若准这中共侵略台湾，咱台湾当然爱抵抗啊，也呼吁民众无分党派应该做伙团结，做伙来捍卫台湾的安全。咱国驻美代表吴岱瑞最近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访问到那中国相关侵略力度，台湾人民敢是准备好作战？吴岱瑞予伊正面的回答，引起部分质疑的声音。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赶紧提讲话。前提是中国侵略台湾，台湾人当然会来抵抗，也呼吁我们国人团结，不分党派，来捍卫我们台湾的安全。毕竟中共继续对台武吓，伫强军进行联合利剑2024苏比军演1礼拜了后，美国第7舰队20公布，美国波克级飞弹驱逐舰希金斯号，甲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航舰温哥华号联手驶过台湾海峡的相片，佮表示这是例行任务，强调航行自由。朝野立委也关心南非政府亲像配合中国，要求咱国代表处刷出南非首都的进度。我们也透过各种的努力，其实显然都使不上力。到目前为止，我们10月30号是不是要迁出？我们就是据理力争，好捍卫我们的权益。我已经跟委员讲了，我们对等的原则，他要我们签，我们当然也会要他签啊。我们国家态度是不办，没有要办，涉及到对我们管处人员安全，或者是因为领务事务的正常进行，造成这个重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有因应美日跟 G7 的一些国家，欧洲相关的国家也有，对，包括中东欧。方便透露，让我们知道好朋友是谁？捷克有向这个南非政府表达他们的关切。林佳龙回应，保证南非代表处有缘正常运作，无咧要搬。也毋过，若南非单方面毁约，咱国已经成立应变小组，做好上歹剧本的修订，也会有相关的反制措施。林佳龙也讲，咱国有警觉，这是中国
一连串打压的外交行动，会加强甲非洲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的外交关系，阻止效应扩散。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进行着指控讲，这北韩10月初上报有1500名士兵去到罗西亚协助引拍乌克兰。这南韩外交部指一调罗西亚驻南韩大使来表达遗憾。就算北韩到今一直拢激点点，不过美国媒体上解释的一段影片，这内容会当看到讲，可能是这北韩的士兵当咧罗西亚的训练场内面排队领制服，也佮领装备，而且这士兵讲的拢是韩国话。南韩最高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定日指控北韩派出特战部队投入罗俄战争，同时发布3张卫星影像作为证据。不过北韩政府到今拢无回应。NCC 第20报道，由乌克兰政府组织乌克兰战略通信甲资讯安全中心较早释出的一段影片，内容会当看到亲像伫罗国远东地区的一座训练场内排队的北韩士兵，当咧领制服甲装备。虽然无法度明确分辨这些士兵讲话的内容，不过因讲的确实是韩语。根据南韩的情报，北韩决定派出1.2万名士兵协助罗国攻打乌克兰。先前的1500名特战部队已经出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定日伫北约峰会强调，北韩投入罗俄战争未输爆发世界大战第一步。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日伫意大利出席7大工业国国防部长会议的时指出，美国也无法度证实，若这件代志是真的，会互人烦恼。北约秘书长李德也表达同款的烦恼，不过目前北约并无掌握确实的证据。俄国总统普京今年6月访问北韩，迄当时甲金正恩签署协议，其中包括双方的军事合作。北韩若真正派兵到乌克兰，有可能换俄国大量经费用伫研发核武，同时也会当得到罗方的军事技术，增加北韩士兵的实战经验。双方拢摕到家己所需要的。其实，乌克兰媒体10月初已经报道，有2名北韩士兵伫顿内茨克东部被打死，不过无法度得到外界证实。针对北韩支援俄国攻打乌克兰的消息，莫斯科把反驳是假新闻。分析认为，若正是北韩士兵投入罗俄战场，也会当推测罗军伫这场2年外战争中损失惨重。《纽约时报》指出，罗军至少已经11.5万人阵亡，50万人受伤。公司新闻警员김병익。讲到这宗移送案，同款是无进展。立法院长韩国瑜今日搁再召开调解协商，这重点有关是原住民的禁法补偿，那立法有关坚持本地立场。行政院主计长陈淑珠是强调会解决原住民禁法补偿，不过却是无讲出着完整的方案，最后是协商破局。韩国瑜才是支持搁再讨论，也希望这段期间呢，这主计长韩国党团继续沟通，找出共识。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继续卡关，行政院长杜英台20暗伫面册发文，以餐厅点菜比如调解协商总预算，每一句餐厅也会当决议将我赶出去，然后一切重新过来，引起外界咧想，敢是暗示倒局。暗喻有好的开始，大家要互相各退一步，恶力不可开，此力一开，往后接踵而来的，像目前已经好几个蠢蠢欲动摆在面前的。很多的法案都是完全破坏国家财政纪律的，那我万万不得接受。展开宪法征收条文，符合行政立法制衡机制，多个条件全体立委1/3以上人数对国会提出无信任案，经过全体立委2/2以上赞成，行政院长都爱伫10日内辞职，佮同时定请总统解散国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利益，佮一次调解协商总预算，困难点也是伫原住民禁措补偿。会中主计长陈淑珠答应会当为总预算还是基金支应。不管是从总预算来支应，还是由基金来支应，将来这个经费有不敷的部分，我们在115年度来协助来补充。那立法党团干部发言，拢维持各自原本的立场。民进党佮一处表示，法律上爱合宪合规，用26亿挡下3兆总预算，用5万原民的社会地主的权益来凌驾2350万国人的总预算的需求。那我想今天就是主要是卓院长他整体的态度跟政策。原住民不是来这里求得各位的
执政民进党的施舍。刚刚主计长的发言让我觉得很困惑，他好像有个百宝箱，里面工具很多。哦，原来可以这样处理，可以那样处理。之前卓荣他是铁板一块。朝野协商经过2点钟犹原无共识，韩国瑜蔡时立时阁继续，这3日希望主计长甲各党团私底下拜会沟通，找出共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仔日审查宪法诉讼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提案，要修法，甲这大法官的法定总额改做是固定10个人，要有2/3以上的大法官参与，才会当做出决定。那立项防浪发动甲级动员，最后初审通过。不过，这第4条加第95条保留，交付党团协商。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伫咧2日排审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所提案的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要甲大法官现有总额改做法定总额固定10个人，宪法法定审理才有2/3以上的大法官参加，至少10个人才能做出评议裁判。那了这么拢甲级动员未进行攻防，剩下8个人的大法官就可以开会，就可以做成影响人民重要权利的宪法判决。甚至推翻我们立法院这个人民意志所通过的法律，这样是正确的吗？不要瘫痪宪法法庭，那就优先即刻的启动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审查，不先行使大法官同意权就抢修宪法诉讼法，这就是此地无银300两，这就是明确的政治意图。民进党团批评，目前大法官人数和若被卡条会，只敢剩8位大法官，若是修法通过，大法官无到10个人，就敢是无法度进行宪法法庭。也强调，重大法案修正应该先开公听会，广纳各界意见。同意排公听会。我们没有同意不同意这个事情嘛，你又不是受我指挥的人，不是我，所以你要现在是你，我说请要排公听会啊，排你就排嘛。啊，要我排是好，谢谢。你要怎么排是你自己决定嘛。宪法诉讼法修法，那是朝野立委攻防，公民团体也伫咧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如果你们真的要把这样一个破坏宪法权力分立的法案付诸实现，完成立法，愤怒的台湾公民一定会再次的向各位表达人民的愤怒。公民团体强调，若被立委执意要过关修法，会搁再找民众重返立法院。司法院书面报告书内面是讲到，若是无法度执行解释宪法的职务，恐惊会伤害人民寻求救济权利。记者综合报道。第三枪2号机今仔日开始进行41天的年度征收作业，这届征收户核能的这个发电量呢，对本地3%提早归零。台电表示讲，这是透过调度传统机组和无碳再生能源，目前这电力供应状况是真稳定，袂对这供电造成影响。全台第一座深层地底探测站宜兰医线1号站日举行龙载典礼，因为龙载目标达到4000公尺，这摆龙载会结合中研院的科学研究甲中油的探勘龙载技术来了解地底资源分布的特性。如果第一个可以在这边发展成功，我想对这个数据中心来讲，他们可以用最近、最干净的能源来进驻到宜兰，在这个能源的使用上面，能够为台湾再开创一个新的这个竞争力。经济部长魏立辉表示，宜线1号站属于研究型地底，若研究成功，才会当快速复制到其他区域。当政府积极发展力量，台湾的核电厂也趁大天用电技术为2日开始第28摆基础大修作业。这摆第一站税收，和核能发电量为原本3%提前归零。台电透过灵活的调度传统的机组，我们无碳的再生能源，它的处理其实是非常的稳定，还是可以维持日间峰大概备转容量率都有10%，夜间峰的备转容量率也都有7%以上，整个供电应该是无虞的。观察2日，台电系统各机组发电量，燃气油源占多数有47外%，小碳25外%，再生能源20外%。基础是气电共生加燃油等电力。未来2030年，伫台湾电力能源配比，燃油会继续50%，再生能源90%到30%，小碳是为即卖4成，未来要减到2成。夜间的时候，它马上少了将近3%的这个备转容量，
那不是让备转容量率一下子掉到了5%，5%是属于橘灯的，当然会担心说，那明年5月17号核三停止运转之后，那到底能不能满足用电的需求？有专家指出，明年台湾会进入恢复加远，就核能发电加上再生能源，要成做强电主价，有关是存在变数。呼吁政府相关单位爱想好其他强电配套，才会当稳定供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5点外，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伊骑奥多摆伫新北市邦桥的宝华边，去撞到一台奥多摆。这个骑奥多摆是一个18岁的少年查甫囡仔，伊是来死亡。这伫伊后壁是17岁查甫囡仔受伤。社会原因调查了后，警方所发现讲，撞到人的姓陈查甫，伊根本就无驾照。今仔日透早有2台奥多摆伫路面相撞，其中一台奥多摆坐2个人。这2个人是当场全飞出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其中一个人现场全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回来。乘客黄女衰弱受伤，而蔡男则撞击路边灯杆，无呼吸、心跳。相关肇事责任调查厘清中。这个死亡的车祸发生在新北市邦桥。过往的这个18岁查甫，再17岁查某囡仔，日一透早5点外，沿宽汉路宝华外口的便道咧骑，甲另外一架共向奥多摆相撞。经过警方的检测，这个共撞到24岁姓陈的查甫人并无驾照骑车，不过警方发现是无照驾驶。法令的部分在只有罚锾的这一块的设计上面，确实是有需要再调整。严重的话，涉及危险驾驶，应该要有刑事的责任。国内的交通事故，有关无照驾驶的案件，每一年拢超过1万件，而且有愈来愈多趋势。相关基金会建议，都要增加教育训练等相关的机制。无照驾驶只要情形严重的，就算无造成伤亡，嘛应该增订刑事法则。是不是构成公共危险罪？重点还是在关注在他的驾驶上，是不是在人车很多的时候，或者是说有没有越线驾驶、超速驾驶这种具体的行为，不会说一无照一发动引擎就构成公共危险罪。无驾照赛车、骑车，敢会造成公共危险的？有律师分析，都要照驾驶人赛车的行为来看。不过目前无照驾驶方面，结果敢若是行政处分，嘛互外界烦恼讲，这恐惊会造成交通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大项物件拢伫咧起价，即马客运的票价也开始伫咧起了。考虑到这营运成本，11月开始，台北到宜兰路线客运票价上济会起7块。另外，面对着这国道客运载客量减少的情形，营运成本也一直增加。台北转运站2楼的客运业者也决定要刷位。下班时间，规排民众伫客运站等要坐车，坐客运通勤的民众爱注意啊！首都客运宜兰来回台北，11月初2开始起票价，首都客运部分路线的票价会起5块至7块左右。10月2号开始，会涨大概5块到7块。我觉得好贵。你觉得很贵？对啊，如果每天这样通勤的话，这样蛮贵的。从那个疫情之后，我们目前台北宜兰这一条路线大概。客人回来的比例大概只有原本的大概85%左右。有部分民众感觉票价起会考虑是毋是要买 T-Pass 卡会好。那首都客运11月初1开始，中日客运2条来回台北的路线也会起1块，陆续也有其他客运业者会考虑调整票价。另外，伫台北转运站2楼，未来也会变做空城。原本有国光、三重、新竹这3个客运，因为这几年载客量减少，决定11月初5搬去租金较俗的3楼甲4楼。伊2楼一个月大1个月大概平均爱33万的租金，所以业者为了要节省这个成本哈，所以不得不就是往那个4楼这个来做这个调整哈。国道客运大概。去年底跟疫情前大概下降了36%，民众搭乘的一个习惯。那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搭高铁，那或许也是造成国道客运它量比较下滑的一个的原因。交通部公路局也表示讲，面对国道客运载客量减少的情形，未来会持续提供相关的资源补助，辅导业者用更较自由、有效率的营运路线来符合民众甲业者的需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采访报道。
教育部去年宣布，一年要编2亿以上，免费提供学生囡仔生理用品。台湾学生联合会今仔日就表示，这大项内容爱去到固定的地点登记，所以真少人囡仔施行的效果也真歹。教育部是鼓励学校会当甲学生讨论领的方式，也那经费的部分呢，未来教育部会继续讨论，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提供补助。预算补助别跳票。月经需求被看到。大学生伫教育部头前画出口号，不满教育部伫去年有讲要提供大专以后的女学生免费的卫生棉，不过却是要求学校家己编预算去买卫生棉。学生认为教育部应该要提供经费的补助，展现消毒过境散热的决心，不是叫学校家己去想办法。那教育部在这个政策，它其实就建议各校只有自筹款项去因应，但是东吴大学在当时的应变状况，只能够去向学务长请求拨补1万元的预算，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经费缺口。除了经费的部分，学生嘛希望学校会当设置卫生棉的共享阿嬷，让学生随时会当去领。因为目前的政策是学生爱向校方人员登记，才会当摕到。加上有的学生真正歹势找人领，学生指出，有的大学伫顶学期才登记10片的卫生棉，数量是真少。有学校甚至是在登记领取的状况下，只有10个人去拿取，就整个学期只有10个人去登记拿取卫生棉的状况。对此，教育部是回应目前卫生棉的补助范围，敢若针对6岁学生。不过未来嘛会讨论要以什么方式来补助学校，也那卫生棉要安怎领？教育部是鼓励学校会当甲学生斗阵讨论出一个方便舒适的领取方式，做伙落实性别平等。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农业部逐年拢有公布各县市学校营养午餐农药残留的报告，其中桃园的这个及格率呢是6都内面吊车尾。桃园市农业局表示讲，因拢有加强自主抽检，针对着无及格食材呢，除了会请生产的县市政府照农药管理法采取以外，也会通知这教育局要求着团线业者爱停止使用不合格食材。为了加强维护学生囡仔的食食安全，政府自2016年开始鼓励学校营养午餐用3种1Q的国产食材来做便当。农业部有公布各县市学校营养午餐农药残留的报告，其中桃园市及格率伫咧6都当中排上尾名。桃园市农业局表示，目前真侪台湾农产品拢有 QR code， 但是因为这对生产规定的要求无3种严格，桃园的营养午餐食材来源用到1Q的比例是较悬，所以验出农药的部分才会较侪。溯源的是占60%，那你在抽验的时候应该是，溯源的这部分要抽60%。你的食材比例是多少？那你在抽验这个农药的时候，你就要按照这个比例来抽。我们有7件不合格，那在 QR code 溯源的部分就有占了6件。桃园农业局嘛指出，目前各地方政府在抽检食材来源比例是拢无共款，有的有机验较济，有的 CAS 验较济，安尼农药残留的排名都会有问题。兵团是讲，在食材的部分，若是通用3小努力标准以上的食材较安全，嘛呼吁中央要提出较一定的抽检规范。我举例好了，譬如说某个县市它抽的比例 Q 的比例是较高的，那它抽检不过的频率的比率风险就较高。如果抽的都是有机，那当然比例高过的机会就高很多。如果一致的话，确实可以比较让各地方政府在这个抽检上是比较可以幸福。农业部是回应讲，已经会要求各县市未来在抽检营养午餐的时，按照食材本身3种1Q的比例来去抽检。另外，桃园农业局表示，除了有加强自主抽检，针对无及格的食材，嘛会请生产的县市政府照农业管理法采取，嘛会通知教育局要求团膳业者停用无及格的食材。记者上述郑准由台北报道。大江雄鹰今年伫咧高雄丁青湖棒球场，逐场拢有7000人来看。不过，敢有要利用这丁青湖球场咧？大江雄鹰总教练洪一中伊就表示，不论是立德或者是丁青湖球场，这硬体设备一定要改善。高雄市的文化局就表示，明年球季开始进前呢，这丁青湖球场会完成改善工程。坐日本后壁球来，佫会闪的，我讲足菜。阮1礼拜都袂闪嘛，因为
知影讲头前有网啊嘛，但是迄场嘛是我无闪，结果玻璃鞋破的。运动主播牛公斌甲台cường雄鹰的总教练洪一中20伫咧图书馆台语讲座，分享高雄球场的故事甲球迷互动。球迷上界关心的也是台cường雄鹰敢会任用大比奥的球场咧。可以想新的球场，但是我们现有的球场也要想想看是怎么把它就经营好。我觉得台钢任领陈秋芳奖应该是势在必行的。你敢无发觉一个问题？是安那丁清湖有咧开放比赛，地下室拢无爱开放红停车。啊，无地下室你停车佢会当趁钱的啊，以前无爱开放。总教练咧生气啊，总教练咧生气，迄问题足大咧。洪一中嘛指出，即马各个职业球团经营嘛会考虑球场4颗链等的开发甲球场的特色，无论是立德还是大比湖球场，拢爱甲设备整修好好。今年台钢伫咧大比湖拍40场球，平均每一场7000人，球场的设备无好，交通无方便，球迷就袂来现场看球，简单会经重要的比赛买票入来看。咱看电影会当遮舒服，咱看什么会当遮舒服，是啊看棒球会遮艰苦。哦，所以这必须政府要去思考。明年是4月球季开打，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程会在3月中，甚至3月就把它完成。明年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继续来跟台钢来做磋商。运动发展局的局长伫咧议会表示，目前大比湖球场当伫咧进行第2期的整修，希望伫咧每年的热身赛会当互民众有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好安心好好看球，嘛会继续甲台钢讨论领用球场的合作。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台南县政府甲宽屏无效的美丽湾度假村买倒转来，最近要起海边仔的木栈道。不过经过部落呢，有一户2栋厝就伫咧木栈道顶头是新的违建，县政府要依法拆除。不过住户是认为讲，因已经去申请原住民保留地种划边，还阁伫咧拍官司，想要到县政府只一直讲要拆，违反着行政程序。这环保团体去声援住户也阻挡，最后当然是拆无成。伫赤道部落这两栋要被拆除，都是抗争台南县3万美丽湾度假村违反环评的发起人林淑玲甲伊的老母林经地厝。环保团体甲公民团体40多人，21早起到因兜来声援。县府建设处依照规定要来执行拆除作业，不过声援团体甲因动无法度进行。我们就是要执行，所以要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我们就是说了没有打算要搬走啊。段福讲，因伫108年就申请原住民保留地种划边，公所初审也通过，不过县府煞无同意办理，因为县府109年买回环评无效的美丽湾 BOT 度假村，改做文教基地，也完成交租予财团，明要起一条湾海景观木栈道，因兜就拄好伫咧路线顶头，这嘛土地分割，也搁伫咧进行行政诉讼，县府强制拆除违反行政程序。你要还我们土地，我们才可以申请建造，不是吗？然后还说我们违法，为什么这边变成海水浴场用地？到底是海水浴场先来，还是我的祖先先来？违反比例原则的方式被要求拆除，执行的公文呢也没有照行政程序法第27条的时间要求邻家呢定相当时间自行拆除。段福讲要拆2栋建筑物本来就伫咧，只是发现毁坏了有修理整理过。法务律师已经提出行政执行的议议，县政府应该随停止执行。不过县府讲，要拆这2间厝是最近这2年占用原有土地新违建，当事人捌提诉愿甲行政诉讼，拢予法院驳回，会依法继续执行拆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林家这牛埔恶地第7公园记录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拉里。不过台南社区大厦环境行动小组就表示，因长期观察了后，发现讲有几只拉里是互狗家饲的。最近也有1只互蚊仔叮掉的出来死亡，因是认为讲这款的蚊仔就要赶紧改善。保育人员手揢着珍贵、真罕看的保育类动物穿山甲，准备来记录，刷落来要野放。虽然有发现新的穿山甲出现，但是保育人员煞无真兴奋的表情。主要就是这几年台南社大记录追踪的最后1只穿山甲阿牛，近期去用发现低着蚊菇死去。养鸡的一个住户啦，然后会用一些那个网具去围我们的那个跑山鸡，在地在做一些农作的时候，应该
可以用一些对野生动物比较友善的一个器材器具，像是刚刚提到的网具的网目，其实是可以让它再小一点。台南社区大厦环境小组长期伫台南农业地质公进行监测，国家设自动的相机来监测，对于这次的事件，志刚是呼吁，希望设定的网具网仔会当较细个，避免憾事搁发生。不过当地游动犬的问题小感真严重，过去就有3只到4只的穿山甲去互游动犬加死，盼望相关单位应该来想对策来改善。狗狗如果没有绑好，让它晚上跑出去，它可能会咬伤野生动物。那样这里的穿山甲过去就有很多被野狗咬伤，甚至致死的一些案例。那样除了这个之外呢，隔离的设施然后被卡住了。第一，源头管控；第二，鼓励认养；第三，收容安置。也期望市民朋友共同的支持配合，来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与环境。针对游动犬的部分，动保处伫当地已经是抓到36只游动犬，透过用猎的安置来约束游动犬。至目前，农业地质公园已经是完成招标签约，8月1号开始已经是进行地方人员的访谈，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场实地来看，生态查核等评估的作业当中，有计在月初有初步的报告。记者郑混淡报道。台南市教育局甲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做伙推设台南家乡故事绘本，到今已经是第9年了。今年提起全台湾巡回展览，最后一站总算登来到台南市的图书馆总馆了。今仔用天主堂的布景做主体，设计一出行动剧场，来讲一段属于因故乡月丁港的发展故事。学校老师起头先带囡仔做调查，再去落去写故事兼画图，为着通让囡仔联捌家乡文化的底子。台南市教育局参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来推广，唔那干那创作尔，嘛让囡仔有不共舞台，体验台语过音的心情。之前出这本绘本，我们是配国语加英语。然后这边就有加入去台语的配音，这边配音内底有互我学到平常时袂讲到的台语的词。是以大目降18校为主体，要让囡仔重新思考这个地方的故事，要鼓励大家世界这么大，咱都爱改变，才有较好的环境。这项家乡故事绘本计划推出到第9弹，拖到台南37个行政区60间学校来参加，透过囡仔的角度来呈现因眼中的故乡，隆重出版88本囡仔册。今年因嘛到台北高雄等所在巡回展出，落尾站转来到台南市立图书馆，伫遮打造沉浸式空间，嘛甲原画拢摕出来展。去看展览的人非常肯定，我的外观市，咱的台南人带伊。台北、高雄、在新竹的，看到拢打电话甲我讲，因感觉非常感动，会当咱台南的文化，推萨去各县市，大家熟悉。一个就是也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在10月份的台南这边要办的时候，也是人力不够，大稻埕辅仁社跟阳明辅仁社总共有18位，然后帮忙我们所有的这些画都挂好。展览等到11月初4，每港地头拢有家己独特的人文景观甲自然地景。来遮通一概看到家乡的多元性。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讲，按算每年会当完成100本绘本的目标。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31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